森欧外，老夫老妻。文化6年春天，在麻布隆土丁建起了一座气派的隐居所，一位名叫美农部伊之的老人搬了进去。几天后，一位白发而有气质的女子名叫润来到了这里，与伊之一起开始了宁静的生活。两人关系亲密如年轻恋人，邻居们对此赞叹不已，也有人感到奇怪。两人过住朴素但无忧的生活，甚至传出润曾是玉殿女中的传闻。某日，两人拜访松泉寺，被发现是在悼念已故的儿子，令人感受到他们的过往悲痛。年末，将军德川家齐因润的贞洁赐予他10枚银子，这使得两人在江户声名大噪。伊之曾是精通剑术的武士，但因斩杀同僚被判罪，被流放至越前国丸冈达37年之久。润失去了儿子和祖母，在悲伤中进入武家做女中，并在黑田家效忠服侍了31年。润即使在奉公期间，也不断供养丈夫家族的墓，隐退后回了一次故乡，得知丈夫获赦后，便来到江户。就这样，两人经历漫长岁月后重逢，在晚年重新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老夫老妻細膩描繪了一對老夫妻的平靜生活，同時揭示了他們背後長達數十年的苦難與心情。深歐愛以克制而溫柔的不足，表現了人性的真誠、貞潔，以及時間所帶來的治癒與重生力量。被流放的丈夫與始終等待的妻子，歷經37年再度重逢，這段經歷令人動容。作品的魅力不在於轟轟烈烈的事件，而在於日常生活中所展現的堅韌與人性溫暖。通過老去與重逢這一普遍主題，展現了人生晚年的希望與救贖，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佳作。